笑台语。莫屈伫我的手里，今仔日规场听我的最后一场，最后一场啊啦！哎呦，伊真有气势哦，看起来足恐怖的。唔有气势。咱要录影的进前，队长搁甲对面唱声。哎呦，讲啥讲迄啥？家只言讲，你本来爱有倒台的啦，你凭啥物坐咧啊？你是安那安尼甲讲？你是安那？哎呦哎呦，你是安那？这派人都避过啊。无啦，就唱好声诶。唱和颂哎，唱和颂更加派，哎呦！是讲吼，恁前两场吼，看去用倒台遐选手，迄个时阵，恁感觉安那？心内感觉安那？比比错，皮皮错，应该是真欢喜啊！有人偷欢喜的无？倒台了袂歹，迄是要学了阮的秉性啦。总算有人讲真话啊！今仔日要过关，爱看阮的评审，袂啊袂。好，嘿，马上来欢迎咱的评审朱信顺哥。来，阿仔玻璃发财吼，好酒伫网底，好戏伫内底吼。所有选手准备来，为我来啦！等你为咱的好评。大家好，我是好评。迄边看起来有淡薄仔稀微，也毋过选手稀微，阮的观众就爱闹咧，对唔对？对。各位观众朋友嘛是真欢喜啦，因为阮有第三个评审今仔日嘛有来，伊少年啊个落口，啊个会晓演戏，啊个会晓唱歌，啊个会晓讲练喙花。哦，这款人哪有存在伫这个而且伊的外号叫做命运青红灯的一粒灯。哎，人讲啊，车顶行，红灯停，伊是黄灯辉。欢迎。你甲看，落卡个胖胖，落吧！哦，引导，哭起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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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甲手借互我，对我拍扑啊！嘿，嗨，拍，来，啪啪啪，来，拍，来，啪，扑啊声唔好停，你的人生才会公平。啊，扑啊声一直拍，你的人生就会煞拍。哦，叽叫。大家好，我是红灯停，青灯行，黄灯飞，拍扑啊！嘿，是安那要拍破啊？我惊稀微，我知影为啥？你也无押韵哦。对啊，红灯停，嘿，青灯行，行，嘿，灯飞足酷行。使会莫安尼啦，而且拄啊迄句吼，扑啊声一直拍，人生才会煞拍，扑啊声唔好停，人生才会公平，是我偷阮师傅的。哎呦，我拢偷伊的，但是我甲你讲，各位迄落亲爱的迄落选手，嘿，我看到恁的时阵，想到20年前，我当我出道咧对阮师的时阵，其实吼自信最重要的。有当时啊，一个烂物件，经过咱甲研究了、吸收了，磨练再磨练，浓缩再浓缩，搁甲放出来，会用变出新的一蕊花。哦，今仔日学长啊吼，伫遮算来开始进前来做一个示范啦，吼，我邀请2位大牌来讲一个笑话。哎呦，啊，这个笑话算讲我伫咧网络顶头掠，是，因直接讲出来啊，网络抄来的，搁敢讲出来，较勇敢的哈。应该是无啥好笑啦，哦，但是咱来甲迄无好笑，用咱的专长甲发挥出来，啊，凡是你甲发挥出来，会愈无好笑。哎呦，先注下，嘿，啊，但是无要紧，咱做新人吼，就是爱袂见笑。你当时个新人，出道20几年啊，搁敢讲我是新人，就种啊，你讲他比袂真高你咧甲因讲啦，咧分享。我就甲你讲，我看到因想到我较早啊，对，哦，啊，咱即马就扑啊声，邀请2位大牌来现场讲笑话。水，扑啊声欢迎500李炳辉。袂见笑。阿辉啊，我问你，我若甲你的一个耳仔挂掉，你会安怎？我感觉我会听无。
师讲，我来甲你2个鱼啊挂掉，你安啊？我感觉我会看无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挂目镜。讲了啊！你哈，安有一个重点哦，无好笑，嘿，无笑。因个有法度拍扑啊，嘿，这就是我要甲你教的。对。好啦，人今仔日来嘛是咱的平信嘛，两个车啊好倒好台。啦，咱拢来啊，小坐者啦。安尼哦，嘿啊，小莫姐一个。阮拄啊好两个车啊，就是两蕊目睭安尼拢看无啊，拢看无，真看无啊。好，安尼你起啊坐，坐坐，哎，起啊坐，起啊坐。袂见笑，改到尾啊嘛是无好笑。是的，比赛愈来愈刺激咯！今嘛要进入第2阶段的比赛，莫顾伫我的手内，今仔日规场拢听我的咯。规则是每一个选手出来表演2分钟，表演的时若是有2个评审拍车啊，安尼迄个选手就去用淘汰咯。但是为着要让咱的选手莫遐尔紧张，咱今仔日咧先安排导师上台表演，替咱的选手入场赞声啦！希望咱同队的选手拢有上赞的表现咯。好，啊，即个莫顾伫我的手内，今仔日现场拢听我的。第一个要出来的是因的老师，对，伊嘛是压力足大。叫大家莫遮紧张，老师先来表演，好不好？欢迎咱的叶和，欢迎，加油！讲到吼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伊足介意吼用别人家的故乡的名产吼，甲人学外号。比如讲，伊看到我花莲来的嘛，麻糍，哦，你若家人来的鼎冰酥，你若看到伊手机内底吼，拢是迄贡丸啦、米粉啦、麻粿啦，哦，芡记啊，台中来哦，哎呦，我顶摆吼就甲伊做伙食饭，食到一半，伊手机力量啊，我看鸡肉饭加伊来啊，哦，看伊甲伊讲话吼，讲到哦，长甘味甜呢。我足爱买的，我说哦，女朋友吼，唔对，因为伊拢不用我熟，我熟悉宜兰人，宜兰人哪会叫鸡肉饭？无唔对啊，这唔对吧？等伊讲了，我了头拄仔迄讲话是啥？这我女朋友啊，莫讲，莫讲白差咯啊！你女朋友是宜兰人哦，上济叫阿想吧啊！那会叫鸡肉饭？你讲看卖，你莫问这啦。你讲看卖，你讲清楚。你敢有食过嘉义有一间最有名的鸡肉饭叫？这个笑话你若听无，你就莫听有吼。我听出来。这两个人啊，就这两个人。已经做伙差不多8年外，8年外，啊，就一直无结婚。啊，阮边仔朋友拢足担心的啊，哎呀，哪会拢无结婚啊？顶礼拜，伊女朋友生日，舞一个 party， 阮就来去 party 内底吼看。来到现场了，我就感觉哦，你怪怪，你气氛怪怪，唔对哦。今仔日应该有代志会发生啊。差不多到一半的时阵，伊女朋友食咧披萨。食披萨食到一半，边仔有一个人撞出来，砰一下，把迄披萨吼弄在涂骹。啊，你女朋友的披萨落伫涂骹，伊男朋友嘛，真自然哭落去，甲伊斗扣安尼。伊拄啊哭落，后壁来一个人，砰一下，甲伊站甲吼上骹跪落，伊女朋友煞徛咧头前，我愿意。我意思啊。边仔来8个人放炮啊，放！哦，恭喜哦，吼，足感动的啦，romantic 啊，哦。啊，我朋友迄个时阵才发现讲啊，我人设计啊，但是阮朋友吼，喙真足硬。等下，唔对哦，大家看清楚哦。求婚啊，拢是一支卡跪哦，我即马双卡跪落，这毋是求婚哦，这是咧靠幕哦。哦，但是伊女朋友反应真足好诶，对啦。
阮吼爱同齐行入这爱情的梦仔步，阮要生生世世结做伙啊！谢谢大家。嘿嘿。哦，你拄食迄鸡肉饭，我笑定。啊是讲唔知有叫人加掉无尾啊？上高级的笑话就是大人笑到咁要往生去，囡仔拢听无。义贼连水花，互大家感动甲也好气也好笑啦。像我头一届的录影，看到顺哥，我讲哇，顺哥呢，大面车啊！我来去查看，哦，顺啊，哦，七月。你会想运用吼，你欺负我，佮得到大家的掌声吼，我个人感觉足不满的。我你来啊！拄只手机啊，抓出来先亲有3个字，因为伊足大字，你看，豆豆讲，伊逐工咧提醒伊家己豆豆讲。你拄食迄鸡肉饭，我笑定。啊是讲唔知有叫人加掉无尾啊？上高级的笑话就是大人笑到咁要往生去，囡仔拢听无。这3礼拜吼，安尼吼表演落吼，敢若一位老师老客去用倒台尔。老 K，Are you OK？ 无因演了伤好啊，后摆人有压力啊。哦，老 K 真正一开始演了，大家拢袂紧张，就轻松演啊，伊演了，对，专属表演拢比伊更较好。你对敢若2个倒台尔。有后壁也倒台啊。哦，安尼听起来，这歌拢再见啦哦。嗯，伊这个表演你要玩，你看头一个足紧张的，笑袂出来，你看。真的。哦，咱先谢谢咱的老师，谢谢。轻松了，真正要来面对咱的比赛。好啦，最后一场啦。第一位选手义贼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义贼。莫屈伫我手，全场的人听我讲。我发现啊，有一寡士大人，拢爱讲迄无意义的话，当做话头来甲人抬杠。像有一届，我伫外台边咧等火车的时阵，听一个阿婆就甲我讲：帅哥，你咧等火车哦？讲这真正是假讲因大兄，假讲的，我本来就帅哥啊。然后啊，伊伫咧车顶啊，伊讲电话有够大声，全车顶拢伊的声音嘛。我想要叫伊较细声的哦，但是我惊我口气伤歹，我咧甲我想要讲的话啊，拍伫咧手机仔顶悬，咧放互伊听的。阿嬷，你爱吵？阿嬷惊一跳，安尼甲我看讲，夭寿哦！你讲话哪会变成查某人的声音啊？我知啦，阿嬷无像 J.K. 罗琳遐尼老古板，我甲你支持，勇敢做家己。我想讲到底咧讲啥？其实啊，有人讲啊，人若老会变做个性歹、歹斗阵。我感觉即句话敢若怪怪，因为你看嘛，工商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无可能一个足好斗阵的人，过了70岁生日，向来变转性安尼，就看起来就亲像安尼。祝你生日快乐！我要食鸡卵糕啦！我是台湾人，我要食米糕。我说，伊到底咧气啥？是70届的生日过到足神的吗？想想嘛是啦，无啥物代志，你做了70届，佫会讲啊足兴盛的。像我头一届的录影，看到顺哥，我会讲顺哥呢，大面车啊！我来70届，顺啊，7月，会讲7月啊，会使7月。我要7月啊。无啦，我是讲开一罐 S 我来啉看卖啊啦。我用这点餐呐。我想想的嘛是啦，我想想吼，唯一会感觉吼，我逐工过了7、80岁，拢会感觉讲足欢喜的，就是逐工请会感觉讲，哎呦，我活的，我今仔日就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上尾啊，迄2句规气都免讲啊，较顺啊，遐就听啊，就贵咧，就结束安尼就好这个啊。卡本算足大胆的呢，系啊，我感觉伊自第一摆伊讲的话，我真正听无。是，你即摆吼，真正进步足济。我感觉这就是咱节目的一个效果。互别人看来讲，我下礼拜要比这礼拜台语更较厉害。你的家己虽然讲到即摆个小可有，他一个牛铃吹啊，操林呆，操林呆，嘿。
臭奶呆，因只啊大口呆。后壁咧炒韭菜。就说几万来，顶天我无爱。这会使念无恁囝听吼。我等去念。我感觉你的进步已经互我感动啊！佮加上呢，你会想运用吼，你欺负我，佮得到大家的掌声吼，我个人感觉足不满的。我你来啊！啊，你唱嘛，你唱嘛。我要送你一句话 ：Over my dead body。 Over my dead body。加油加油！伊有用迄个阿嬷吼，听到迄查某囡仔的声，伊甲新闻迄 JK 的实事摕出来讲。我感觉有结合新闻，我感觉这袂歹。这上新的呢，我就甲闹的，结果闹到尾也听到用阮师傅咧做笑话吼，我足欢喜的。你嘛足欢喜的。总算有人讲，总算有人讲。所以我心内足欢喜，但是我表面内足生气啊。我嘛是呢。嘿啊，迄就是你表演的一种啊。啊，我有一个建议，就是咱虽然讲哦，咱家己无清楚，啊，你唔免赶啊。你豆豆啊讲啊，你用调整你的速度啦。虽然讲爱赶，但是你若讲紧听无，啊嘛无效去啊。用调整一下安尼，速度真重要。我感觉讲用迄 JK 罗琳吼，虽然讲会用新闻是袂歹，也毋过其实过2个月了后，别人听到这个笑话的时阵，可能会袂记啊。为什么要讲 JK 罗琳？哈利波特内底敢有甲查甫啊查甫的这个有关系物件，这都毋知影嘛吼。所以讲这款物件上好是会当用，也毋过莫用伤济吼。然后是讲顺的这收的袂歹，也毋过后壁迄拢是假吼。所以讲假讲的差字叔叔啊吼，阮就要车啊都要饲落去啊。所以讲爱说你爱说你。我感觉伊有甲这个比赛吼，这个重要性吼，带入伊的生活当中。伊拄只手机啊拿出来时，真有3个字。你摕互大家看。我真正有看到咧看时，我看到迄3字，我感觉足感动。你把酒大家好哈，你坐遮远呢？因为伊足大字，你看。豆豆啊讲，伊逐工咧提醒伊家己豆豆啊讲，拄只顶位你讲的安尼。对，用调整。恭喜你过关咯！过关啦！恭喜你！刷来咱后一组的选手是金高辉，欢迎。金高辉。豆豆辉。豆豆辉，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做事上顶金，拿走金阿金。我是隔壁收高辉，去甲要倒火阿辉。我是金高辉，大家们大家好。我有一个愿望，我足想要伫遐几千个人面头前讲笑亏。这目标真大呢，安尼还较拍拼哦。对，我爱较拍拼做好一个校长。校长唔对吧？应该是做好一个演员，互观众来看咱的表演吧。无安尼啊，做校长你会当伫足侪人面头前讲话，伊个会帮你拍扑啊。啊，哪像即摆我讲一句，有人吐一句啊。每规工是我的问题哦。我来欢迎校长上场。直接开始演是安怎？各位同学、老师，大家搞早吼。继续，他唔讲话。我是校长啊，多谢大家。等来。你唔是要做校长，啊，你唔着加讲歌。你若讲伤济，学生无介意啊。你讲伤少啊啦，阮转无内容啊。你上无讲过学生的问题。哦好，大家较注意哈。像昨有做者同学放学啊，佮转换甲转去厝里。来，甲我徛在头前。哦，放学就较早转去啊，无爸母会烦恼啦。恁米小吹算了，哪会无甲我讲一声？人咧算是关你什么代志啊？害我米甲偷歌啊呢！啊，你嘛咧调因米小吹哦？啊，毋着好佳在教官有来找我，我才会当直接讲话啦。教官调恁做伙咧米小吹哦，恁两个问题遐大吧？哦，米小吹了爱大声讲出来，就亲像有爱爱大声讲。哈？教务主任，我介意你。唔对吧？教官，你头壳找着我嘛介意你。你看一个爱一个哦，我叫你讲话，唔是叫你伫台顶说真意，好无？啊无啊，我爱教大家有爱，爱大声讲嘛。啊若无爱，就爱讲卖。我就知哦，烂到有寸啊。水啦，我成功伫几啊千人面头前讲笑亏啊咧。你这样就是一个笑亏啊。多谢大家。哦，爱当的，你自头到尾拢感觉淡薄仔紧张因的内容，你听了感觉哪？我有淡薄仔 get 到无到伊的点。后尾我咧看Cindy的表情较精彩。伊的表情是安那？你哪会安尼？给我看啦！
因两个即摆咧甲我看，我会惊，袂安怎，袂对你安怎？袂对我安那。但是你看遐，拢无人饲呢。丁辉啊，你自头到尾你有感觉袂好？夫妻，你有感觉好甲伊的囡仔笑？共款，一个白虎妻，我袂有钱，甲你的共款个，恁甲你的囡规口罩，仔。恁规口罩才袂有钱。人要生你，别讲话啊！好好讲话，好讲话。我是去骂着因老爸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应该是我感觉伤紧张，本事袂歹，笑亏嘛拢有点伫咧内底。啊，毋过吼，你敢若伤紧张，你的 tempo 有无？你的节奏哦，走去啊啦。所以我感觉哦，你有当时啊，你应该考虑另外一个方向，咱是有时间性的。咱惊讲袂完嘛，啊，你写长要怎啊？哦。你写较短嘛，你写较短，你咧讲迄落两个人咧迄落搭喙鼓的时，练喙花的时阵，你要停，你要停一个 tempo，才甲迄个点哦，才甲弹出来。啊，无你讲鼓做伙，人袂感受袂到。平常时阮听到，阮会等观众安尼笑完了后才继续。也毋过伊的问题是，因发现讲大家拢无笑，所以讲，所以我就一直落去，一直落去，一直落去。所以你的节奏可能就伫这个所在小可乱去。是。也毋过我感觉问题是认为讲。有时阵观众吼，毋是听无，是听到啊。也毋过感觉讲，迄趣味真词无出来。譬如讲阿辉，你伫咧吐槽的时阵，你应该是你的声，你的语调是毋是应该无共款，较大声、较悬。也毋过你规个表演拢是共款的迄声，啊，迄语调无啥物无共的所在，所以讲阮就无法度感觉到特别，这个所在是一个好笑的点。吼，你若是讲啊，我讲我要做校长，校长哪有安尼啦？你的真词，你的表现方式有较无共的时阵，阮会做伙甲你想讲，你感觉你吐槽的方式真好笑，阮嘛会笑。所以讲这边嘛是有一把淡薄仔关系啦，我是感觉呢。这个好评吼，这语调吼。较无人咧讲，唔是安尼讲，口气，口气。我个人较无饲的感觉就是讲，因为你过程当中一直互我一个故事感。有这个校长，甲这边讲故事的人，啊有迄个学生的场面，我一直咧等待迄个场面。啊，但是你家己爱沉稳啊，校长就是校长，吼，啊出来迄个威严，吼，啊你当要有爱情的产生的时阵，你爱甲你的对象中间的迄个爱情安尼，感觉足柔软的，吼。啊，因为你这个阿辉啊，你要回这个 tempo， 你要甲组织讲，唔是安尼啦，迄袂用的啦，爱足准的。哦，啊若无会小可高高，啊但是今仔日甲恁救的是恁的 tempo， 虽然有开花，但是迄个画面有互我感觉讲，会使搁等待恁下一摆表演安尼。哦，好。我感觉今仔日恁过关有淡薄仔幸运的成分咯，哦，所以后届。这个老师、这个明星讲的，恁若是无 get 到的时阵，可能恁就爱两个车啊。好，但是今仔日恭喜恁过关啦！恭喜！真好会恭喜！再来后一位选手，为头到尾拢捌出现过。做伙来欢迎咱的董永碧。多么米娜桑，空棒啊！山猪妹陈派蜜，讲野人的笑亏，互人真烦恼，伊敢会过关呢？阮迄队生了上悬的，一直伊就行过来甲我讲，原来你生做安尼哦，我即摆才知呢，无我平常时我家己咱看到你的头壳顶尔。我感觉生了悬的人一定是甲阮欣赏，阮妈嘛是搁甲我安慰，伊讲。查某囡仔会当大甲你大度，啊，查某会当大甲你无，你会当大甲你生囝，囝生出来的时阵，你会当悬2公分。伫咧背本的迄个感觉有淡薄仔重，迄个活动参与的感觉无出来，你差不多输一半。再来后一位选手，为头到尾拢捌出现过。做伙来欢迎咱的董永碧。多么米娜桑，空棒啊！冰冰姐，唔对，大家食饱未？还未困咯。头一个观众，楼顶的观众，外国的艺人拢是安尼骗时间的。大家好嘛呢，我是号做四条通洞洞啦。人讲吼，
日本过台湾吼，新派3支刀，卡刀、凹刀、阿里亚刀。妈呢，这是医者吼，医治嘛吼，迄假啦，这才是真正医治啦。本来呢，当兵是讲要来啦，结果吼讲东囝想好耍，爽袂摕啦，叫派我来替参赛。我就讲安怎啥，我的台语袂连当得上呢，伊就紧甲我教几句啊。伊教我头一句，恁听看觅有标准无？乌多摆有准无？有啊。乌里桑有啊。乌巴桑有啊。啊，若物件真好食，合作乌意思，迄是自己，莫乌白来，白使乌白教。有影哦，其实吼，我细汉的时阵话呢，我的阿嬷嘛定定甲我讲着台语哦。伊会讲来，咚咚咚咚，这个卡棒甲摕甲烫死内底。你袂使干那食肉，愈来愈大颗。你还食一寡토마토甲菱果。这个乌西玻璃吼，你摕去阮瓦萨比。我讲阿嬷，是安怎哥哥当兵会当食乌土咯阮瓦萨比？我就是要食乌西玻璃阮瓦萨比，无怪我的面就遮白着。你袂使讲当兵哥哥放屁就是两个大，阮查某囡仔放屁就是长安尼烂，安尼袂使知道。阿里亚多ございます，多谢大家呢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哎呦，这惊看会惊。真正吼。你哪突然间想要讲要甲家己变身安尼？无啊，伊当兵伊去东京佚佗，伊就无要转来啊，找我来啊，做妹妹较艰苦，你了解啦吼。我了解。其实你为安尼是变成真正做家己对无？嘿对。就欢喜，就自由诶，就欢喜来。伊无想要做花想要做年糕。都是我的舞台着呢。规个爽袂退。你尾仔哪饲一个车啊？是安那？我是认为讲你拄则讲一个笑话，是讲当兵去东京啊，算一个爽袂退。也毋过这边其实是伫咧英文内底叫做 inside joke 哦，就是阮熟悉你，我才知影讲你去东京 inside joke。什么 inside？inside 伫咧内底吼，但内部的人才知影的笑点啦吼。所以讲这款笑点伫咧比赛时阵用较冒险，吼，因为大家无一定有人。听到想讲啊，什么去东京爽袂退，什么意思？迄是你家己本人的生活。不是我。OK， 东边。哦，你会当退价？袂使，较点静诶。因为伪装，所以讲袂晓都退价。我是对你有搁较侪期待，所以讲我最后互你一个车啊，是因为讲我感觉讲你会当做较搁较好的。是豆啊！没，足恐怖。你哪会好车啊？我感觉介厉害呢。是啦，伊即届的表演无讲介厉害哦，伊当兵是足厉害的人哦，之前搁愈厉害，有够厉害。我拄安尼看起来，伊今仔日是有淡薄仔笑，感觉伊即个表演，甲我拄啊开场表演已经差不多厉害啊，你知无？有啦。因为伊吼根本就是做甲足满，所以我互伊的迄个评价算足悬。阿里亚多谢呢。是个人一个感觉，因为这个装扮雄雄，为啊黑暗中行出来。对，我那个本来看起来麻糍，到尾变做月饼，愈来愈大圈。他都有讲两句什么话真好笑的有？伊讲伊放屁嘿，啊，查甫的讲等咧大人放屁吼，就是等那咧烂啦。你古村歌笑甲变过，高追。因为我感觉讲吼。算讲伊的迄个阿香宝啦，吼，人讲阿嬷吼要转去迄个讲两句啊，才吼宝贝互你传落去。这款就是吼，即马真少咧讲，这款吼加石头啊，哎吼，多伫节目当中出现，迄加真侪分数。多谢，阮阿嬷拢叫我食乌丝玻璃。恭喜你过关哦！你才帮我甲东灭讲一个，讲伊过关啊！恭喜！好，来后一位选手，欢迎咱的陈派灭，欢迎。大家过好好无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派灭。你若感觉我的台语名足歹念的时阵，你嘛会当叫我歹物啊。因为我今日报这两处，就敢加抓咧，真的是歹物啊。迄天录影结束的时阵啊，阮迄队生了上悬的，
一坐，伊就行过来甲我讲，我感觉你会当写 A 人笑话。我头讲，我哪有 A， 我阮兜上悬的呢。结果一坐就甲我讲，哦，原来你写作安尼哦，我即摆才知呢。无我平常时我敢会当看到你的头壳顶尔。我感觉生了悬的人一定是甲阮轻生，因为呢，若是火灾来的时阵啊，生了 A 的人，伊毋免拍的，就会当输着空气啊。迄烟拢去互悬的人输完啊，而且悬的人真诶足辛苦的，除了爱骗别人无洗头足臭的味以外，伊阁爱摕足悬的所在互 A 人。啊若落雨天的时阵哦，应该负责压雨伞哦。因为若互阮 A 人举的时阵，就会变成安尼，那敢钓鱼啊，去人交咧行。虽然讲生了悬是一件足辛苦的代志，但是阮妈嘛是有甲我讲，细汉就甲我鼓励讲，你爱生互较大汉的哦，安尼以后才会当饲着咱兜电梯的楼层。我著细汉时阵，就是因为饲袂着阮兜住伫11楼，所以我才伫咧电梯内底放屎。大汉了后呢，嘛是无悬。可能是报应吧，所以阮妈嘛是阁甲我安慰，伊讲查某囡仔会当大甲你大度，若查某会当大甲你5。我就甲阮妈讲，哦，所以我是腹肚伤大才生袂悬的吗？阮妈讲，毋是啦，我是讲你会当大甲你生囝，囝生出来的时阵，你会当悬2公分。我就甲阮妈讲，哦，无怪阮班迄个上悬的查某。高中就偷生囝呢，多谢大家，我讲煞。三个车啊，伫咧伊讲煞的时阵，同一个时间拍落。我咧等啊，我咧等。我拄则有看到你，但係我最近看，我咧等，但是我無等到。是。啊，毋過我對頭到尾攏愛情嗎？哦，人某伫咧外口等，琪琪，我愛你哦，琪琪愛你哦。愛情的過程是有啦，是幸福無趁到。我咧等阮丈母先走。我有迄個，我會聽到尾是因為伊的聲音最有特色的。我足介意的聲音，你有激無？你咧講笑話時陣，你聲音夠有激，是你原本就即個聲。講台語即個聲。對，所以你的聲音其實是你的武器。好。你會當設計一寡這種聲音的劇本，你就會比別人較厲害。有這些優點的，啊，毋過伊的劇本有較弱。所以你其實吼有淡薄仔可惜啦。我感覺伊的迄個本質袂歹。感覺講敢若伫咧背本的迄個感覺有淡薄仔重，就是你敢若一直咧想物件，一直講，無咧甲觀眾有互動的感覺。所以我這個問題就互大家認為講我無法度入去你的故事內底。個人是感覺講表演，伊就敢若親像一個廚師伫咧煮物件。伊摻這個菜，迄個香味有出來無？邊個人的味挖來無？啊你吼，你的色、你的香味，甲你最後呢要食起來迄個感覺，攏愛互人大家感覺我有參與咧內底。就敢若和平頭講的，我行袂入去你的故事內底，我一直咧等你形容到尾啊，有啥物爆點要互我歡喜，要我快樂，迄個菜要硬起來，哦，敢若看我都要流喙瀾，但是喙瀾一直流袂出來，所以迄個感動性，後壁的所有的選手你愛記的，你的腳本若無法度互大家行入去，迄個活動參與的感覺無出來，你差不多輸一半去啊！注意，唔能夠去達到迄個地雷，哦，第一無迄個強名。都差一開啊！哦，愛加油，愛加油！歌水是你的武器，大家攏對你到最後一步，都差迄步爾。差一步。我等下先行迄步。先行。好，為這邊哦，為這邊行哦。謝謝。哎呦喂啊！你張白愛李明服務，係現場天下大亂咯！有一個阿姨卡來，李長。嘿啊！阮兜後壁有一隻迄個鱸魚啦，鱸魚，哪會遮恐怖？這個時陣佫有電話起來。喂，阿姨哦，嘿安那？啊？你兜的 Lucky 無去啊？佇倒位？甲我收水 ，Lucky 鱸魚。哦，伊毋知咧想啥？你最後你句啥意思？講因兜的 Lucky，叫鱸魚，要有鱸魚食去啊？唔是啦，是因的鱸魚合作 Lucky。唔是吧？唔是啦。歌水
是你的武器，大家拢对你到最后一步，都差一步尔。差一步，差一步。我等下先行一步。先行。好啦，为这边哦，为这边行哦。谢谢。后一位，咱的李长伯也要来啊！欢迎阿雄啊！嘿嘿。麦克伫我的手内，大家今仔日规场拢听我的，大家好，李长伯也过来哦。根据我的统计，我甲逐工的工课前3名是啥物呢？头一项找物件，第2项找物件，第3项举麦克。是安怎要举麦克？因为我要举麦克找物件。你办公室报告，你办公室报告。丁辉啊，隔壁丁辉啊，因兜隔壁迄只暗公鸟拍无去啊，请各位里面大家斗3工，斗相找一下。就是安尼，我逐工替人找鸡找狗，啊若无就是暗时啊替人掠土啊，啊若无就是掠狗。我毋是讲你啦吼，是真正的狗。是讲吼，做里长就是安尼，逐工人敲电话来，叫我甲因找动物，找动物无要紧啊，啊奇怪，啊恁号伊名拢遮奇怪啦。喂，里长啊，阮兜的 Lucky 无去啊？Lucky 无去啊？安尼会衰呢，紧去龙山寺做解一个啊！喂，里长啊，阮兜的白雪无去啊？白雪无去啊？这个时啊，哪有白雪啦？啊无吼，你年底去合欢山找就好啦。喂，里长啊，阮兜的肉丸无去啊？喂，里长啊，阮兜的飞机无去啊？拜托一个暗时啊，叫我找肉丸、找飞机，啊无你当做我是副片达，我里长呢？是讲吼，我有一届啊，有一个阿姨卡来，里长。嘿啊！阮兜后壁有一只迄个酷鱼啦，酷鱼，哪会遮恐怖？哇，有够刺激！来，紧来现场看一下。哇，足大只的，哎呦，不得了！紧敲电话甲斗报一下。市政府你好，国语服务请按1，台语服务请指2，爱糖黑花请73。哦，这样才烦哈。2，消防局请1，动物局请2。哦，哪会遮侪物件？动物局2，保护鸡请1，保护狗请2，保护猫仔请3。哦，哪会遮烦啊？我要酷鱼啦！保护酷鱼请14。哎呦，我真正有酷鱼哦！啊，有蚵仔床无？保护蚵仔床请405。喂，唔对啦，我要找酷鱼啦！哦，转接中，请稍等呢。搁卡哈？哦天啊！我是要处理酷鱼啦，是安怎电话哪会遮尔歹卡？哎呦，这个时阵搁有电话起来。喂，阿姨哦，嘿安那？啊，你哪会 Lucky 无去啊？伫倒位？交我收水？交我收水 ？Lucky 酷鱼？哦，这只 Lucky 真正今仔日吼，足无 Lucky 的哦。感谢大家，我是大家亚麦克李努贝。好。哦。有一个车啊。哦，一个车啊，丁辉啊，丁辉啊，伊咧思考，伊咧思考，伊毋知咧想啥。你最后迄句啥意思？恁敢听有？哟，因兜 Lucky 无去啊，去水沟内底耍啊，即马有一个人酷鱼无去啊，伫咧水沟内底，所以讲因兜的 Lucky 叫酷鱼，要酷鱼才去啊？唔是啦，是因咧酷鱼号做 Lucky。唔是吧？唔是啦，是迄只狗啊，叫做酷鱼啦。对啦，等下啦，你解释解，那我都听无啦。到底是安怎啦？头前是安尼啦，你听下，阮兜的 Lucky 无去啊，哦，恁兜的 Lucky 哦无去啊，安尼啊去龙山寺祭改一个啦。啊尾啊卡来讲，你兜阮兜的 Lucky 无去啊，啊 Lucky 无去啊，伫倒位？伫沟仔底啊，沟仔底，这只酷鱼，原来伊就是 Lucky 啦。酷鱼号做 Lucky 啊！酷鱼是 Lucky， 酷鱼是酷鱼的名是 Lucky 嘛？阮欢迎所有的人吼，伫阮的影片顶头吼留言，甲阮讲一下吼，到底你听到是啥物故事？这是一个恐怖的故事呢，非常恐怖，偌恐怖，真恐怖。但是伊头拄有讲到一个特殊的名词，是叫蚵仔床。蚵仔床，真侪人唔知蚵仔床是啥物？你知蚵仔床是啥？你知蚵仔床是？叫 A 尾鱼嘛。对，南港蚵仔床啦。嘿，南港蚵仔，迄个东港的啦。东港。是，伊通运用这个词吼，我是感觉抑个袂歹。啊，但是麻烦是后摆迄个故事吼，迄个结构会当较清楚的，啊，无会乱去。哦，我欣赏伊伫咧一个人演过来角色的时阵，敲电话迄段。啊，佫有无共款的语言走出来，遐我有欣赏到。嘿啊，华语、台语、客话。客话我佫袂晓讲，我是客人诶，我唯一会晓讲诶，
应该得贵妇纪念馆。无啊，你得拿出来吗？嘿，拿出贵妇纪念馆。屁股是什么？屁股是什么？没有国父纪念馆，国父纪念馆啦，系啊，过来就永春啊啦。国父纪念馆。拿出来。所以成冇冇 home station。所以咱伫丢杯啊，最后过关啊，恭喜啊 ！Congratulations！哦，伊嘛是真紧张。系啊。哦。后一位也搁较紧张。嘿。欢迎大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哦。喂，我是一个做代志拢爱练习几啊摆的人。像我咧考驾照的时阵，捌跍伫车库、路边停车，我拢练习几啊摆。尤其是我练习过上一摆，就是甲车开去安全岛。啊，阮教练都甲我讲，大欧你咧开车袂使，你咧弄着人拢唔知影。我感觉这袂通怪我呢，因为伊从来无互我练习过弄着人。啊，伫咧去年年底的时阵，我要做过选举的助理。啊，伫咧选举助理的时阵，我一开始的工作就是替阮的候选人翻译。我会注重交通安全，也注重交通的安全。我会盖社区住宅给大家住，也起大厝大家住入去。现在生育率太低了，我会补助生育，也替大家生囝。可能是我翻译了伤好啊，伊就感觉讲我翻译工作做到这为止，我别项工作。选举后壁时间，我拢是负责做阮头家的司机。啊，这个时阵选举的局势就变啦。一开始阮头家拢无媒体注意，拢无啥物新闻。我一去，我就帮伊争取到头条新闻。记者就来甲阮采访啊，借问一下，为啥你要甲车开去你安全岛顶悬？多谢大家今日讲到这。伊是要呼应伊头前有讲到这个梗，后壁就要爆炸。是。啊，但是中伤过拖刷去，并无遐尼啊吸引人。因为我一直咧想讲，这笑话、这笑点要安怎写、要安怎改，有可能会较好吼。因为差不多感觉讲，大学的这笑话差不多拢是60分、70分。啊，那恁阮去比赛到这个所在啊，应该是想要听到80分、90分的笑点，比起别人的笑话来讲，拢无够强。你若是一直拢是这个情形，这会当互你一个车啊。我会试落重点是因为我有看到伊伤紧张啦。伊有大字骨力改，伊有食骨力改字啦，是，算有缺失啦，所以我才试落的。最后佫有啥物想要讲啊？还是要我出去讲就好啊，出去讲。好，来讲啊，出讲啊，出讲。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再来，咱今仔日最后一位选手要来，欢迎柯信安。欢迎。人台湾上届热情的乡亲，大家好。我来台湾10几年啊，除了是一位演员之外，我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身份——三太子的机身。一开始每一天暗时，拢梦到三太子来找我拍拳。定定困仔一半时阵，手家己举起来，脚会浮起来。有当时双手双脚做伙浮起来，迄唔知的人会当作是讲我去卡着僵尸的款。三太子就亲像我的这个免钱的私人教练呐。逐工拢找我去这健身、深躯、高脚躯、骑脚马，这就是我每一天困醒的姿势啊！尾啊，真正挡袂牢啊，就答应啊，嘛毋是因为收忝，主要我是真正毋知要安怎甲这女朋友解说讲，我真正毋是挑故意要甲伊踢伫面床骹啦。尾啊三太子为着要互我较安心的，又讲要互我离家家红起来。哪知影女朋友的面啊，互我踢了变叫死个，我即马阁袂红啦。有一天，我就走去问阮师的，三太子哪会甲我骗啦？哪有可能？神明是袂骗人的。明明讲要互我离家家，钱也掠袂掉啊！结果我即马三峡桥庙鬼掠去啊呢？你即马拢演什么戏？就是说台湾甲8点档的啊！你演的遐
三太子啊，根本都无咧看啦，伊干那看小叮当甲天线宝宝迄种尔啦。尾啊，我就无搁继续做三太子的机身啦，因为吼，我无想要搁继续甲我的女朋友面啦，踢甲歪国饲出，因为我无钱，搁替伊纳去整面做面的钱啦。多谢大家，我是柯新安。你迄个笑点，甲迄个现场所有的大家的感受，迄是足重要的。你有感觉讲你已经讲第四个笑话啊，佮拢大家拢无咧，拢无动作。首先就是讲一个趣味的代志，甲讲一个流程的过程的故事的描写，迄是完全无共款的。你有一个36铺的一个广告的迄个内容，甲你要讲3分钟内底要讲互大家有感动、有变化。迄完全无共款，毋是讲你哇，恁女朋友安怎，三太子安怎，半暝安怎？啊，你头仔咧形容恁女朋友，互你站一个面拢变紫色的。女朋友的面啊，互我踢甲变旧死个，我即马我袂红啦。算讲大家较听无，站甲咧吼，乌青经费，我还袂红，已经吼乌青经费啊。歪高起出来，歪高起出来，迄个形容，迄个落差无落出来。所以大家无去感动到。伊咧演三太子的时阵了无？我搁对伊期待足大的。啊，毋过伊对中入去，对伊开始讲咧站因女朋友站到面床遐的时阵，其实伊演到一半吼，就会当甲迄个结局演出来，哪演哪讲出来。啊，上尾搁有一个我感觉我个人的小可建议啦，因为我感觉我个人是真尊重三太子啦。啊，你这是等于是。甲三太子讲生笑，啊，其实伫舞台顶无大势，我感觉嘛是可以，但是啊，毋过变成讲你讲哦，我后摆无爱搁做三太子的机身啊，就是你其实应用古锥的方式，讲哦，我后摆吼可能有三不迄个有当时啊，才会搁去迄个去性地，你使去性地啊？咱来听看卖，听看卖，你讲有古锥，有可爱无？我叫人拍杂志个，你知影无？较无，逐工拢做三太子的机身啊，变成讲三时有阵才去做机身啦，因为 sometimes 三太子。OK。你即摆讲这吼，爱好好利用哦。心情袂使互你滚生笑的哦。我迄讲吼去做一个关圣帝君的活动，伊讲关圣帝君嘛有英语名哦。好，关圣帝君。干嘛的啦？伊的英语名叫 Sandy。Sandy 哦。关圣帝君。是嘛？恁拢知影我真正的身份啊，应该会甲我较尊重啊。关圣帝君尽量卖讲生笑。还卖个讲生笑啊？对。你先天上帝嘛有英语名，叫先天有无？先天上帝。先天上天。啊，因上爱坐什么车你知无？什么？Jaga。哎呦！他咧做阵倒台，导播你较注意。导播讲伊拄则无去哦，是先天上帝。加过来啊，加过来啊。好，阮笑甲安尼，人这人叫人倒台啊。虽然因讲真济吼缺点，但是我感觉吼，你伫咧所有的过程当中，我有看到你的进步，你的节奏我感觉真正进步不离啊济。而且有一个，我家己的感觉啦，是认为讲伊每一届拢真认真。每一届拢真尊重咱的表演，随时等你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谢谢，感谢新人。好，咱这个阶段的比赛呢，已经所有的选手拢表演煞，总共10组。哦，就紧张的。但是吼，后礼拜搁要来啊？你唔好放松哦，后礼拜足恐怖。哦，阮讲有新的题目。有新的哦，叫做先饼先老翻天。哦，啊，先变先落翻天，老翻天你啊，老翻天下下了，老翻天你到下了，后礼拜过来哦，后礼拜过来哦，拜拜，先变先来，再会，落翻天呐，不是老翻天，是啦，哎呦，搞唔知呢。